好，接下来我要唱，这一首不是我的创作，是我一个兄弟，他叫全达，然后沙波尔卡照，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要做专辑了，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歌拿去唱这样？我说好，我就答应他。他这一首写得很妙，然后他说我送给我女朋友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就是他就一直去他们家找那个东西，他送给他的东西不见了，去了哪里？谢谢大家。谢谢。